亡父棺前都興奮，英男慘遭性高潮折磨。有呢個病真係幾尷尬噶。英國嘅 Decker 係第一個肯公開自己個病嘅男人。佢一日可以有成100次性高潮，自己控制唔到嗰下先最痛苦。呢個病就係持續性性興奮症候群。佢12年嗰時椎間盤突出，送院途中已經有5次高潮。自此之後，佢就俾話嚟就嚟嘅高潮折磨，又痛苦又尷尬。有時咁啱喺小朋友面前 ，Decker 都覺得勁嘔心。佢最接受唔到係自己喺爸爸喪禮上面嚟咗9次高潮。高潮對佢嚟講完全唔係開心事，甚至令佢崩潰。Decker 而家唔敢出街返工，又陪唔到仔仔，靠老婆撐起成頭家。其實佢同老婆都冇晒正常嘅性生活，甚至要分房瞓，雙方都好痛苦啊。有醫生話，好多人唔識體諒呢個病嘅患者，甚至有患者為咗脫離折磨而自殺，叫 Decker 快啲揾醫生協助。